我是洪正，现在在于情关难过的拍摄现场。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？其实是我亲身的经历故事。之前有谈过一段8年的感情，那其实它是我第一段的，算很深刻的初恋。那当然最后就分手了。那中间其实就是有非常坎坷的一个故事。其实我很想写这首歌的歌词，但是我一直都想不出来。于是呢，有一天郭婷婷啊，就是我老婆，就问我说：“那你故事到底是什么？你跟我讲。”那我就跟她赘述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没想到她一个晚上就帮我写出来了。于是这首歌就诞生了，非常好听。希望借由我的歌声以及《情关难过》这首歌的歌词以及歌曲，能够慰藉失恋而且跟我同样故事的你们。当初你的誓言，如今随风吹，真心靠你出卖，最后伤甲彻底。